啊，大家！阿文，唔准教车，来啊，坐车吃冰了。胡淑芬，讲台语的出发名单正甲名念出来。班长一句。青色的 entertainment。华语推行运动是为大人好。我要讲华语。水小那是家己七招啊，水小。班长一句。靠背，胡淑芬老师请你做华语推行员，掠规班讲台语你都晓摆啊，看报地啦！干交一。班长用火按用脑来探索。平时你还快乐资本就做烦恼。研究啥华语推学会吗你？报告茶连饼，您走嘛就是国语推行人。你哦，台语超4分对吧？班长，后摆莫搁讲赤白白台语好无？你会当用台语叫我的名。小芬就是4分的台语啊，袂歹，迄眼啊分妹。班长一句。爸回做一个乖乖声。那会赚遮济？中年13年是件快乐的事。班长，唔中意来吗4分。Winston 田香山。这来讲写东塔取贤嘛，这种袂当蒙吼。因为这物件吼拢100岁啊，吼，啊咱我也无得咧吼，咱讲的话吼无小心吼变歹的，世界上就减一个。但是明赫老师也真好，无怕紧。啊，这嘛，说不错咧。Winston 田香山。